有啲好多人都係㗎，一行財運開始退休，浪費咯。從23歲開始，一直至到43歲，都係行水運，行嘅水運，即係同客戶溝通類呢類咁嘅工作。23歲開始做銷售啦。啲時間攞得好係好滯嘅，行呢種情況係要做20年喎，達到48歲一定要走喎，一定要走嘛，講笑㗎。呢啲唔能夠早退休嘅喎，呢啲發展早唔可以早退休嘅。因為你嘅財運比較遲嘅話係唔可以退休嘅，一退休晒。有啲好多人都係㗎，一行財運開始退休，浪費咯。但係好多人嘅命咧，就95%係浪費命運，係浪費命運。你要行財運咧就唔去搏，係嘛？好多人揾得少少錢咧，我都夠使啦，反正就係咩咁啦，即係使上可以繼續嘅，繼續往前行，咁大筆財富喺等緊佢嘅。但係啲人咧就係受社會影響各方面啲嘢咧，就變得以為夠使啦，幾好啊，以為年年咧咁點知唔係㗎嘛，係嘛？